一般人若头晕目暗，感觉天崩拢在洗，甚至要想要吐，这个是西医所诊断的梅尼尔氏症，算是黑暗眩的一种。根据心脑病院表示，有一位65岁陈女士，长期以来都无定期有这款症头，甚至合并胃酸过多，相当困扰。经过中医药依照伊的体质来调理，不止心的问题大大改善，就连火烧心嘛减少真济。一种就是中药的治疗，那另外一种是针灸。那如果有些患者他对针灸比较恐惧感，那我们就用中药的治疗这样子。那传统中医就古书记载就有对于眩晕有一定的了解了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的中医也是利用传统的中医的文献的记载，用中医的辨证论治方式去治疗眩晕，看着患者是属于痰湿型还是属于肝阳上亢型。然后用不同的药物去做治疗，这样子。根据卫生福利部2018年的统计，全台急诊712万人次当中，其中头晕目暗的患者都有25万外，排第3位。所以医生嘛希望中医药介入以后，会当减轻急动症的医疗压力。因为眩晕它的复发率比较高，然后之前我们中医师毕业之前都需要在西医见习，然后在西医的见习过程当中，急诊室医生表示说，眩晕的话，它急诊的减伤分类是属于比较轻症的啦。所以如果我们中医可以降低这个眩晕的发生啊，对急诊室的负荷量是有一定的帮助的。医生嘛提醒，因为黑暗眩的原因，对困袂好势，内耳无平衡，到生瘤拢有可能，所以若有相关的症头，一定要详细检查，对根本来治疗。台南新闻，阮子何乔邦采访报道。